講啊。仲有啊，就係咧喺宏福苑呢件事上邊咧，大家咧就聽到咧就好多呢個民建聯嘅黃碧嬌咧就好多嘅問題喺度。咁黃碧嬌咧佢經常都俾一個感覺我哋咧，喂，我冇收受利益噶，我冇貪錢噶，我都係做份區議員噶咋，我盡晒力噶啦，我清白噶咁。咁我想講講咧，就我哋對於一個區議員咧係有一定嘅要求嘅。喂，你唔係話嗱，我而家假設啦，我假設咧黃碧嬌咧，佢係冇收受任何嘅利益，佢係純粹係做一個區議員嘅角度，係按本事辦事。咁你都會做錯噶嘛？即係等於我而家批評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呢90個立法會議員全部咧喺呢個宏福苑嘅事件上邊咧，全部唔出聲咧，全部咧都係包庇政府嘅部門。喂，你要記住。而家香港立法會呢一班人，呢一班立法會議員，佢哋係按時間出糧，佢哋係我哋香港市民嘅代議士。咁特別是如果你喺大埔嘅立法會議員，你更加要挺身而出，係指證政府做啲乜嘢唔啱。因為我哋香港嘅立法會嘅機制，你係鞭策政府、監督政府、改良改善我哋香港嘅民生。呢個係我哋香港市民付諸俾香港嘅立法會議員，即係代議士咧，你哋係反映市民嘅訴求俾政府，監督政府、鞭策政府去做好啲嘅。但係而家問題係喺呢個世紀大災難嘅時候，係所有香港嘅立法會議員都係冇出聲，其實佢哋都係唔啱嘅。我想講就係黃碧嬌咧，你身為大埔宏福苑嘅區議員咧，你唔收錢咧係正常嘅。你冇收受任何嘅利益呢，係我哋市民給予一個，呢度唔係第三世界國家，你清廉呢係你個基本嗰個入職條件嚟㗎。你唔好講呢，喂，我冇收錢我就大晒。喂，你做一個區議員呢，你係要稱職啊！你記住啊，你冇收受利益唔代表你唔會判斷錯誤或者做錯嘢㗎。大家明唔明我講乜嘢啊？喂！我假設你冇收受任何利益，但係你都會做錯嘢噶嘛？即係等於而家香港立法會嗰啲人，喂，冇收取紅藝嘅利益噶，咁佢唔出聲，你明唔明啊？佢唔係話代表佢冇收取利益佢就啱噶。而家香港立法會議員90個立法會議員都係唔啱噶，呢件事冇出聲，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即係黃碧嬌，你冇收受利益唔代表你啱噶，因為喺嗰件事上邊，你會唔會咧係幫咗一啲咧？係承建商佢偷工減料，而你又唔知，跟住你不斷係攞啲授權去東出呢個維修快啲去搞掂嘅時候，你可能咧你係幫咗個賊噶，啱唔啱啊？大家明我意思啊嘛？所以黃碧嬌咧，我覺得你身為一個區議員咧，你係受我哋香港政府嘅糧，你冇得唔出席呢個聽證會。如果你話人哋砌你生豬肉，或者你話人哋誣衊抹黑你嘅話呢，咁你更加要代表你自己發聲嚟喺呢個聽證會上邊呢，係將你覺得委屈嘅嘢表露出嚟，啱唔啱啊？咁如果你身有屎嘅呢，我就要覺得民建聯要同你割席，因為而家你立會一黨獨大噶嘛。咁基本上如果你黃碧嬌係身有屎嘅，你民建聯唔同佢割席嘅，咁啊整到你呢。一鍋粥咧就一粒老鼠屎啊，成鍋都臭晒，咁啊民建聯需要同你割席。但係如果民建聯同你照咗 X 光，覺得你黃碧嬌係冇問題嘅，咁你黃碧嬌你都要為個黨同為自己喺呢件事上邊死咗168人，你就要更加要喺呢件事上邊咧挺身而出，將個真相講出嚟，讓廣大嘅市民咧係知道明白背後嘅真相。你唔係逃避啊，喂，冇得逃避嘅，你做得區議員。你就要面對公眾，做得立法會議員，做得區議員，你就係市民嘅一個代議士，你就更加需要挺身而出，冇得話逃避，你更加需要面對公眾嘅責任。大家啱唔啱啊？我哋冇惡意攻擊，我哋係善意批評。
有好多嘢咧，你喺呢個聽證會上邊咧，你睇到咧係好憤憤不平嘅。咁即係我希望咧就香港立法會嘅議員咧，點解喺呢件事上邊咧係會俾兩個已經啱啱落咗馬嘅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一個係葉劉淑儀，一個係黎棟國，佢哋咧在任嘅時候咧喺上一屆嘅立法會咧冇聲出㗎，但係一落咗馬咧就好多聲出。但係點解現屆嘅立法會議員，特別是新民黨嗰啲又冇聲出？咁點解會落咗馬先夠膽批評，未落馬嘅唔批評呢？咁我就話俾大家聽，最有吉屎嗰個係何君堯。咁就喺呢一個呢，美國同以色列一齊攻打呢個伊朗嘅時候呢，就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咁啊油價就飆升，香港嘅油價就加快減慢嘅。咁啊何君堯就提出咗出嚟，要俾啲機制咧，俾啲油商係唔可以咧就俾佢壟斷嘅油價，特別是加快減慢。但係咧何君堯質詢我哋嘅局長嘅時候咧，就俾立法會嘅陳克勤咧強制阻止，直情係咧官員唔使答佢嘅。喂，點解我哋嘅立法會係會幫政府係完全護航嘅咧？喂，你話喂，我驚啊，好似35+公民黨啊，同埋呢個民主黨啊嘅時候咧，就想呢個咧就35+搗亂啊，拉停香港嘅立法程序啊，將呢個財委會拉倒啊，直情係顛覆香港啊，令到香港癱瘓啊，拉布啊，攬炒。而家香港都冇呢啲嘢噶啦。咁陳克勤只係話何君堯質疑個油價唔正常，都要俾陳克勤滅聲喎。何君堯作為香港市民嘅代議士，佢話喂，你油價點會咁貴㗎？係咪需要勒令嗰啲油商係要強行立法要制止啊？咁居然咧就揾阿局長答，局長未答，陳克勤就已經係護航。陳克勤都係立法會議員，喂，我真係唔明白點解你要偏幫嗰啲油商同埋偏幫嘅官員。作為一個立法會嘅議員，陳克勤，你雖然係做咗呢個內會主席，但係問題就係話，咁你用立法會嚟做乜嘢啫？立法會嘅議員就係即係監督政府、鞭策政府、改良改善香港，即係你咪民生無大小咁，大佬樣樣嘢都係好緊要噶嘛，民生係咪啊？民生無小事啊嘛，大佬，你而家你啲油價咁貴，啲生活成本咁貴。係嘛？你知唔知而家啲旅遊巴出一轉就蝕一串車，啲油渣仲貴過電油。咁我哋揸，即係而家我都揸緊電車嘅大佬，我唔敢揸油車啊，係嘛？貴得滯啊嘛，30幾蚊一公升。咁我就想問多一句，阿葉劉淑儀咧就喺呢個TVB 嗰度咧，就喺一個新聞嘅節目裏邊咧，就接受一個好詳盡嘅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香港嘅高油價政策咧係以前定落嚟噶啦，咁佢就話咧香港嘅油價咧就係嗰個來貨價已經咧係咁貴噶咯，咁我哋唔可以咧喺自由社會裏邊咧公平競爭嘅情況底下咧就勒令嗰啲油商係做幾多錢嘅，咁啊主要就因為來貨價貴咯。嗱，我想問一問大家一樣嘢，我哋香港嘅油咧？生活嗱，如果我哋講我哋嘅 GDP 咧，我哋又唔係全世界最高啦，即係人工我又唔係我哋全世界最高啦。咁生活指數咧，亦都唔係話我哋全世界最高啦。但係偏偏油咧就係全世界最高，人工又